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箴言第26章第1節至28節，主題係謠言止於智者。作者喺箴言書第26章提到，愚蠢人唔配得受到尊重，就好似夏天落雪咁，完全唔啱時間。愚蠢人講嘅說話，好似棍同陷阱一樣，最後只會害返自己，跌入一個走唔出嘅困境。懶人講嘢，成日一大堆藉口，左推右推，就係唔想做嘢。懶到咩程度呢？連手伸去盤度拎嘢食，放入口都嫌麻煩。冇人搬弄是非，爭拗就自然會停止，但中意爭執嘅人就會好似火上加油一樣，越燒越旺。搬弄是非啲人嘅說話，好似好味嘅小食咁，聽落入口，甚至入到心裏面。最後，作者提醒，憎你嘅人會用說話包住自己，表面好聽，但其實心入面好多詭計，就算佢講說話幾動人心，你都唔好盡信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箴言第26章強調，懶人講嘢，成日一大堆藉口，左推右推，就係唔想做嘢。咁當教會同工邀請你一齊服侍上主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又係揾一大堆藉口，左推右推呢？